北上內地深度遊，千祈唔好錯過蘇、杭、揚州，體驗特色江南文化。Trip Life 特別推介3個性價比酒店：一、杭州西湖中維鄉日大酒店，位於杭州西湖市中心，舒夢家庭套房1晚包3人早餐，送午後茶點，原價2574，限時驚喜價低至750。動物樂園親子主題房1晚包3人早餐，送午後茶點，原價2574。限時驚喜價低至750。2、揚州隱居秀西湖溫泉度假酒店，位於揚州秀西湖景區湖畔，大名指南側，地理位置超正。酒店建築由著名園林設計大師設計，庭院溫泉雙床房，私湯入戶，1晚包早餐，獨享私湯天然溫泉體驗，送豐富園林文創體驗。酒店園內旅泊 mini bar， 湖畔下午茶8.8折優惠，原價2146。限時驚喜價低至750。3、蘇州書香府邸平江府，位於白塔東路，交通方便。酒店以清代園林北半園為依託，融入吳文化精髓，現代奢華一體。雅致府邸大床房2晚，支持拆分包早餐，送須成澳糟麵，麵之府丹挑麵，原價2133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071，一晚只需535。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。記得點開視頻介紹或評論區鏈接睇睇啦。